也是替参嘅茶金时代，当时还冇那茶金哦，太家赚钱。芒地哦，过了是9·18事变咩哈？东北成立了满族国，成立满族国，台湾嘅奉茶烧到满族国去，又太少，佢泡少少当好食啦，太少，生意当好嘛。芒地太平洋战争后期，日本嘅船只量变大咧，茶运唔出去，用个啥？所以佢嘅茶叶中落，茶叶嘅事业中落。其实讲下先嘅事业唔係是做茶的咯，木材嘅、做糖嘅，三太事业做到乒乒乓乓。你看二次大战未结束前，而遭到困顿，冇辦法。我都講冇夾實嘅，冇想到民國34年戰爭結束，你想到啊，當初嚟傾斜嘅對手啊，嗰啲乜嘅斯蘭啊、印度啦、乜嘅嗰啲印尼嗰啲山茶威數啊，全部有嘛？沦為戰場啊！淪為戰場，嘅茶園荒廢啊，都冇茶好賣啊！台灣冇咁樣啊，你哋會做軍夫、做軍人，乜嘅全部做轉來，香港人就做茶人冇戰爭，好啊，人民恢復生產，所以從民國34年到民國38年嘅4年時間，我哋茶金時代，用白。所有台灣嘅茶米做出來賣出去哦，不管你乜阿薩布魯嘅茶也好，乜嘅全部賣出去，全部太搞愛啦，搶人愛啦，我哋茶金時代。二次大戰結束，台灣呢得到好光景。茶金時代到民國39年開始有大變化，乜個變化？印度、錫蘭也到印尼山茶嘅國家，在民國39年時代開始呢恢復生產呢，正常生產呢，所以佢哋嘅茶米呢大量投入了世界嘅市場，然後台茶競爭，所以台茶嘅黃金時代結束嘅，所以茶金時代變成茶土時代，就講你嘅價錢呢唔係咁好咧，唔係完全由台灣嚟主導嘅，